歡迎嚟到港聞快快脆。哇！喺大家想食下啲水果啊，咁樣都係諗住健康啲。有時夏天就想清甜解渴啦，各樣那樣嘢乜都有。但係，喂，大佬浸藥你又食唔食啊？工人都話唔敢食喎，大佬。醫生直情話長期食用啊，哇！你個內分泌啊、肝功能啊都會擾亂嘅。連佢度嗰啲工人都唔敢食嘅嘢。你又夠唔夠膽擺落口？會喺咩地方買到至得？我哋一齊睇詳細內容。唔該晒主持人。喺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記得俾個 like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哋討論嘅議題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楊梅季節嚟到，但係呢啲楊梅可能係浸出嚟嘅毒藥。各位觀眾，又到咗5月，係咪好想買盒楊梅返屋企，雪凍佢嚟食，酸甜開胃，慢住。今日要講嘅呢單新聞可能會令你即時吐翻出嚟。福建省漳州兩個楊梅主要產區嘅收購點，竟然被揭發用違規嘅防腐劑，同一款號稱甜度係蔗糖8000倍嘅三無複合甜味劑。嚟浸泡楊梅，有份負責處理嘅工人直頭同臥底記者講：呢啲浸過藥㗎，我哋自己都唔敢食。你冇聽錯，連做嗰個都唔敢食。但係呢啲楊梅每日賣過千斤，隨時已經落咗你個肚。今日我哋同你詳細重溫，深入分析，仲會教翻你幾招點樣揀正常嘅楊梅。準備好未？首先還原下件事嘅來龍去脈。福建省漳州龍海嘅白水鎮同浮宮鎮係當地兩大楊梅產區，每年5月呢一度嘅楊梅就會集中上市。但係福建頻道第一幫幫團嘅記者臥底調查發現，當地好多個收購點為咗令啲早熟嘅楊梅冇咁酸又唔易變壞，竟然用咗2種違規添加劑嚟浸泡楊梅。第一種係違禁防腐劑脫氫乙酸鈉。第二種更加恐怖，係一款三無複合甜味劑，即係冇生產日期、冇質量合格證、冇生產廠家，而佢嘅甜度號稱係蔗糖嘅8000倍，你冇睇錯，係8000倍，一滴溝淡成池水都甜到你懷疑人生。記者見到工人將楊梅倒落去預先溝好嘅藥水池入邊浸泡，然後撈起包裝出貨。有工人見到記者，直接同佢講：唔好食啊！呢啲浸過藥噶，我哋自己都唔敢食。你話如果唔係有毒，點解做嗰個都唔敢食？呢啲毒楊梅，單一個收購點每日可以賣過千斤，旺季嗰陣更加日銷超過5000斤，即係2500公斤，數量非常驚人。咁究竟呢啲商人點解要鋌而走險，用違規添加劑呢？原因有2個。第一，早熟嘅楊梅本身口感偏酸，唔夠甜，消費者唔中意。第二，新鮮楊梅好難存放，好快就會變軟變味。為咗解決呢2個問題，佢哋就諗出呢一個旁門左道，用防腐劑延長保質期，用超強甜味劑掩蓋酸味。有批發商接受訪問嗰陣都坦白承認：我哋明知呢啲添加劑係違規，長期食會損害身體健康。但係早熟楊梅本身就係酸嘅，唔易存放，加上同行普遍都係咁做，如果你唔加，你啲楊梅就賣唔出。你聽完係咪覺得好荒謬？為咗生意，為咗競爭，竟然可以集體違規，將消費者嘅健康當係犧牲品。咁呢啲毒楊梅食落肚，到底有咩害處？我哋請教咗專家。福建省第2人民醫院藥學部主管醫師陳明解釋，嗰款三無複合甜味劑成分不明，但係可能含有超量嘅糖精鈉、甜蜜素等人工甜味劑，長期食用會引起乜嘢後果？第一，會引起神經系統嘅嚴重不適，容易頭暈、頭痛、渾身冇力、記憶力減退。對於發育中嘅青少年，記憶力影響更加大。第二，會擾亂人體內分泌代謝，影響肝臟同腎臟嘅功能。嚴重嘅話，會加重臟器嘅慢性損傷。簡單講，食得多，你個腦、個肝、個腎都會受損。至於嗰款違禁防腐劑脫氫乙酸鈉，長期攝入亦都會對身體造成唔同程度嘅傷害。你為咗食一粒甜甜地嘅楊梅，可能要賠上自己嘅內臟健康。呢個代價你俾唔俾得起？事件曝光之後，引起極大迴響。漳州市相關部門已經對轄區內嘅楊梅經營商戶開展專項突擊檢查。
對涉嫌違規添加嘅楊梅依法封存並抽樣送檢，即係話官方終於出手，要查清楚到底有幾多毒楊梅流出市面。但係觀眾最關心嘅問題係，以前食咗嗰啲點算？而家市面上仲有冇？點樣分辨？官方暫時未公布具體嘅追蹤同回收安排，所以消費者要靠自己對眼同手，學識點樣避開呢一啲藥水楊梅。為咗保護自己同屋企人，我哋整合咗專家嘅建議，教大家3招揀選安全楊梅嘅方法。第一招，用手摸，如果發現楊梅表面發黏或纏，摸完之後，即係手仲留有甜膩嘅感覺，好大機會係浸過甜味劑。正常新鮮嘅楊梅表面應該係乾爽，有少少粗糙感㗎。第二招，用眼睇，如果楊梅手感偏硬，質地發僵，好似未熟透，但顏色又好深，咁就好大機會加咗防腐劑。正常熟成嘅楊梅應該係結實，但係帶有少少彈性，唔會硬到似石頭。第三招，用口試，謹慎，如果你懷疑，可以用舌尖輕輕舐一下表皮。如果未咬已經有明顯嘅甜味，甚至係死甜假甜，咁就絕對有問題。因為正常新鮮嘅楊梅係要咬開先會釋放出酸甜味，表皮本身係唔甜噶。呢一單毒楊梅新聞一出，網上即時炸開咗鍋，網民嘅反應清一色係憤怒同恐慌。憤怒派，呢啲商人有冇良心噶？害人精，8000倍甜度，你唔好直接餵我食糖精，工人自己都唔敢食，仲拎出嚟賣，謀殺啊！恐慌派，我尋日先食完1盒楊梅，而家好驚，點解成日都有呢啲新聞？仲有乜嘢係食得落肚？以後唔敢再買楊梅，除非自己種。富裕派強烈要求政府嚴查重罰呢啲無良商家，公開涉事商鋪名單，等我哋避開。大家買楊梅之前，一定要用手剝殼，用眼睇清楚。無奈派，香港會唔會都有呢一啲貨？幾時流到落嚟？又係福建，點解成日都係嗰啲地方出事？而家連生果都要驚，做人真係辛苦。好，總結下今日呢一單毒楊梅事件。第一，呢一件事再一次暴露咗內地食品安全嘅嚴重漏洞。為咗錢，商人可以用違禁藥水浸泡生果，連自己員工都警告唔好食。消費者嘅健康喺佢哋眼中只係一個數字。如果監管唔到位，重罰唔實行，呢一啲亂象只會不斷重演。第二，作為消費者，我哋要學識自我保護。專家教嘅3招。摸睇試一定要記住，買楊梅之前花10秒鐘檢查清楚，如果發現有問題，唔好買，仲要舉報。你嘅每一次唔幫襯，都係對無良商人嘅一次打擊。第三，呢件事都提醒我哋，追求又甜又大又靚嘅生果，可能正正係問題嘅根源。因為消費者中意甜，中意外表靚，商人就會用各種非法手段去滿足呢個需求。與其追求死甜，不如接受生果天然嘅酸甜味，咁先至係最安全、最健康。我想用一句話總結：福建楊梅產區被揭用8000倍甜度添加劑同違禁防腐劑浸泡，工人直言我哋自己都唔敢食。你覺得到底要等到幾時，我哋先可以唔使做食品安全專家，就咁安心食一粒正常嘅生果？你仲敢唔敢買楊梅？好啦，今日嘅港聞快快脆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